大家好，我係洋葱。今日我會同大家去南山歡樂頌購物中心。首先講下呢度點樣去先。到而家為止，我哋可以坐免費巴士 A 線去㗎。不過我就唔建議坐，因為用嘅時間比較長，都係建議大家坐地鐵去啦。我哋可以坐13號線地鐵，由深圳灣口岸去到深大站，再轉1號線去到桃園站 B 出口落車，咁大約行5分鐘左右就會到㗎啦。呢個商場唔大，不過都幾多嘢食同玩㗎，可以帶小朋友嚟放電。呢度有大家熟悉嘅瑞幸咖啡、太怡酸菜魚、韓燒等等，有時間仲可以去悅得閒飲茶。仲有個地下超級市場，加埋 food court 超方便。今次我就揀咗食韓燒，團購價唔使200蚊。俾大家睇下點咗啲咩？店員仲會問使唔使幫你燒埋，服務係幾好，又唔使加一，個人就覺得非常抵食。今集就講到呢度，下次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，拜拜。